有些房东呢，就自动让房客免租2个月，不管是否是要做一个阶段性的去免租，我希望说呢，可以立刻去伸出援手。那所以说呢，其实台湾本来就已经有这个经济结构上的问题，那加上这个疫情，无疑是雪上加霜。全国大概有1万多人目前都在领失业补助。那更不用说那一些没有在账上的黑数，这些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所以就我所知，有些房东他现在甚至2个月可以让房客免租，也就是说他了解，现在有些人已经体会到说经济整个呢非常的严峻，所以说呢有些房东呢就自动让房客免租2个月。那民间都这样子去做了，更何况是我们的政府。所以在这里呢，我是希望说呢，不管是否是要做一个阶段性的去免租，还是说呢，未来呢有机会，我希望说呢，可以立刻去伸出援手，然后去帮助那一些社宅的民众，因为他们现在随时都可能面临到断炊。那当他们断炊的时候呢，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那这是我们必须要面临到的问题。我想，我们政府补助企业也是希望我们的企业来照顾他们的劳工。那当然，如果说我们市政府能够更直接自己的来照顾我们市府自己能够照顾的市民是自己的劳工的话，我相信会有更直接的帮助。我想，我们政府一向是救急不救穷啊。那针对这一次我们无薪假或者是失业的劳工在我们的社会住宅刚刚委员提到希望能够提供一些补助。我想我们的这一次疫情最严重的一些职业可能包括我们的观光业或者是基层的一些服务业那些大家也知道这些市民的一些平常薪水就不是很高了那包括他们的可支配的所得可能1个月也没多少钱所以存款也不是很多。那当我们这个经济发生断炊的时候那还要去每个月来缴这个租金，可能是已经常常会无力来负担那所以我说，我们希望我们市政府能够尽速来协助我们的市民，尤其在我们的社会住宅这部分来给一些优惠措施那我们也希望疫情不是从今天才开始已经很久了，我们希望最起码这些补助纾困社会住宅的一些方案也能够回溯至4月1号起就让我们的这些受到冲击的市民能够得到一些纾困。有关国民党原提案的这个部分会赶快带回去里面来继续做这个议